奴才参见皇上。李德福，你可真有眼色呀，还敢过来见朕！皇上恕罪，奴才知道，皇上现在心情烦躁。不过太皇太后宣誓淑姑娘去那个慈宁宫觐见，奴才不敢不传呐。皇上，太皇太后不会想赐奴婢一杯御酒吧？没事，别害怕，朕陪你一起去。皇上驾到！皇上吉祥！平身吧。谢皇上。你先在外面候着，朕进去跟太皇太后先说说。皇上，奴婢这颗脑袋能不能保住，可就靠皇上你了。放心吧。这太皇太后肯定不是个好说话的，万一皇上的面子她也不卖，那我是不是该赶紧脚底抹油溜啊？皇祖母吉祥。起来吧。刚刚擒拿了鳌拜，还有许多善后的事情需要做。皇上怎么会有闲暇来陪哀家这老太婆呢？不是，皇祖母一直教诲说，越是处理大事，越要从容。孙儿一直谨记于心呢。幸亏爹和师傅们有先见之明，别的功课都任由我偷懒，却逼着我狠练轻功，关键时刻果然能够救命。可是我千辛万苦才得到的铜匣，还有那么多值钱的珠宝还在永乐斋，这可怎么办啊？哎呦，管他的，也顾不上这些身外之物，先保住小命了结。难怪鳌拜会栽在这个小丫头手里，都这个时候了，她居然一点儿也不慌乱。哎呀，皇上，你亲政了，有许多事情呢可以自己做主张了，也用不着哀家这老太婆唠里唠叨了。皇祖母何出此言啊？孙儿心里极是惶恐，不知孙儿有什么地方做错了，还请皇祖母垂训。得了，去玩去吧啊！你们都退下。下去吧。皇上啊，听说你把李太医和那些工人们都赦免了。是，这个李太医啊，擒拿鳌拜有功，又救过孙儿的性命，而且这些工人都是伺候孙儿多年的老人了，孙儿心里极是不舍，所以就赦免了他们。这少造一些杀念，也是为了皇祖母积福天寿嘛。哎呀，皇上啊，你可是刚刚亲政啊，就如此妇人之仁，以后怎么立威啊？你那个叫什么李义欢，这个小小的答应，他当着众臣的面打了皇上一巴掌，而皇上竟然不仅不惩罚他，反倒给他还特设了一个笔墨诗书的女官员的位置，还给他赐了一个永乐斋。哎，这些做奴才的可真小心，唯恐听到了不该听的，都站得远远的。我可顾不了那么多了，我得认真的听着，万一龙小弟顶不住了，我好赶紧溜啊！皇上，你这法度尊严何在呀？哀家本来想协助你处置这些事，没料到你已经特赦了他们。你眼里还有哀家这个把你从小苦心养大的，把你扶上皇位的老祖母吗？你全然不顾哀家
这副老脸呢？皇祖母息怒，若是因为此事伤了皇祖母的凤体，那可真是孙儿的罪过了。皇上若眼里还有哀家，就立刻下旨赐死这个李欢。好狠的老太婆，果然还是不肯放过我。龙小弟，如果你保不住我，那我就只能发个讯号，通知祝哥哥和我一同撤离了。那你从此之后就再也见不到我。你可不要怪我绝情啊！谁叫你这个皇帝当得这么窝囊，连自己的结拜大哥都保不住。孙儿自小就没了父母，全凭皇祖母的疼爱，才将孙儿一手养大。孙儿对皇祖母之心，那是天地可见呐。此事，孙儿可能处置上有些不当，但绝无半点忤逆之心呐。唉，罢了。皇上呢是仁慈大度，也是正当年少多情嘛，也难免呢迷了心性，失了分寸。起来吧。皇祖母，您先消消气。这个易欢呢，是孙儿在出宫微服私访的时候结识的。那个时候，孙儿一时玩性大发，就假冒侍卫龙三的身份和他结了拜，还谎称自己是皇上的替身。没想到他还真信了，所以他后来才打了孙儿一巴掌。其实吧，他不是冒犯龙威，他只是把孙儿当成了他那个假冒皇上的结拜小弟了。他居然不知道你是皇上？是啊，这个易欢出身草莽，没见过世面，性子又天真烂漫。孙儿也是一时兴起想骗骗他，没想到他还真信了。为了帮孙儿这个所谓的替身对付鳌拜，他还不惜性命，与鳌拜那是以死相拼啊！若是宫里的其他人对孙儿不敬，那自然是死不足惜。可是易欢她只是一个重情重义的傻丫头，又何必与他一般见识呢？哼，原来在你心里，我就是一个傻丫头。你认我做老大，就是为了戏弄我找乐子呢。皇祖母，说实话，这宫里又有哪一个女子肯为了孙儿不惜性命，与鳌拜以死相拼呢？就看在他对孙儿这份难得的情谊上，饶了他吧。皇上，能说一句老实话吗？你是不是真的为这个李易欢动了心了？皇祖母，孙儿刚刚真正亲政未久，内有鳌拜的余党未能清理，外有三藩做大，还有前明余孽组成的反清联盟，时刻威胁着我大清江山，所以孙儿不敢沉溺于儿女私情，对任何女子都不会真正动心的。龙小弟，原来你对我果然不是真心，这样也好，咱俩互不相欠。哀家以为这李易欢是一个狐妹子，让皇上迷失了心性。这样听起来呢，哀家也就放心了。至于这李易欢是要杀要赦，那就看皇上的了。皇祖母这孙儿还有一事相求。这易欢呢，她娇俏可爱，天真烂漫，就像一个开心果，所以孙儿想把她接着留在宫里，让她伺候。你怎么又绕回来了？皇上你小小的年龄，承担起大清朝的重任，哀家想想都心疼。皇上什么时候做到不动真情，不误国事，那你就真正的成长了。皇上，你看这后宫有那么多的小丫头，你叫哪个不是非得她这个李易欢不可吗？她有何等的姿色呀，何等的本事！
皇祖母，这易欢真的是非比寻常的女子，孙儿求皇祖母成全。这个李易欢是不是在门口候着呢？那就叫他进来吧，让哀家见识见识。太皇太后和皇上宣世淑姑娘觐见。是，奴婢遵命。太皇太后，皇上，世淑姑娘觐见。太皇太后吉祥，皇上吉祥。果真是一个灵秀的人儿。你盯着哀家做什么？哦，奴婢只是好奇，原来太皇太后长这么好看呀，慈眉善目的，就跟画里走出来的观音菩萨似的。你不必在这里花言巧语。李欢，你可知罪？奴婢知罪。你知什么罪？讲来给哀家听听。奴婢白长了一双眼睛，没有认出来皇上就是货真价实的真龙天子。奴婢更是长了一个猪脑，居然皇上说什么，奴婢就信什么。你看，皇上，你看这小丫头啊，她哪里是在认罪呀？她分明的是啊，拐着弯的数落皇上。皇祖母，这丫头一向如此，心直口快，不知轻重。那你就起来吧。谢太皇太后。太皇太后，奴婢说的都是真的，没有骗您。当初奴婢看上皇上穿着龙袍，坐着龙辇，回到御书房的时候也觉得好奇，奴婢就追上去问皇上：“哎，你到底是皇上还是龙三啊？”结果皇上一脸严肃地跟奴婢说：“嘘，小声点，我当然是龙三，不是皇上。”你不是皇上，可是为什么外面那些人都跪下叫你皇上呀？那是因为我呀是皇上的替身。啊？你是皇上的替身啊？对啊，因为我身形跟长相都酷似皇上，所以啊我是皇上的替身。你也知道，咱们大清啊虽然入关数十年了，但是根基未稳，皇上又年少，刚刚亲政嘛。不光这前明余孽，还有很多朝中的大臣都想谋杀皇上，所以呢，我就当皇上的替身。原来是这样啊，怪不得你会跟我结拜呢。要是皇上的话，怎么能跟我结拜呢？对啊，这回知道了吧？为什么我龙三，你在宫里打听不出来了吧？那是因为我不是一般的侍卫，我呀，只需要在皇上需要我的时候出来露面就行了。太皇太后，你们都笑什么呀？奴婢说的都是真的，没敢骗你。奴婢当时就想，龙小弟真可怜，为皇上卖命，还得替皇上挨刀子。这丫头啊，果真有趣呀！皇祖母，当时的情形啊，确实如此。孙儿啊，也是一时童心未泯，见这个丫头什么都不懂，特别有趣儿，想逗一逗她。想逗逗我，但是奴婢当真了。真的把皇上当成兄弟，不想看着你去死。太皇太后，奴婢真的以为他要去跟鳌拜拼命，所以就把身上的金蚕背心脱了下来，给了他，还陪着他一起去跟鳌拜拼命。要不是我哥哥及时赶到，恐怕我跟皇上就……瞧这丫头啊，委屈的哟。得了。哀家呢，就饶过你了。真的？谢太皇太后，还是太皇太后好，不像皇上就知道欺负奴婢。哀家听说你在大庭广众之下，当着那么许多的大臣们的面，打了皇上一巴掌，是吗？哀家着实的恼怒啊。
没想到，就像皇上说的，你只不过就是一个不懂规矩，而且呢，还对皇上有恩有义的一个小傻丫头。所以太皇太后，您的意思是，可以饶恕奴婢啦？不，你毕竟打了皇上，你这叫犯上啊！要是对你不进行惩罚，哀家和皇上的威严何在呀？太皇太后，您还要罚奴婢啊？哀家对你呀，是死罪可免，活罪就不能饶啊。这么着吧，你哪只手打了皇上，那就伸出哪只手来，就得挨打50手板。太皇太后，我爹跟师傅从前总打我手板，我都打怕了，能不能换一个不打手板啊？死罪都给你免了，你还在讨价还价呀？不是，奴婢不敢还价，只不过奴婢是用右手打的皇上，可是奴婢这右手受了伤，还缠着绷带呢。太皇太后，您看。是啊，皇祖母，奕欢手上的伤啊，还是为了救孙儿，被鳌拜用匕首给刺的。这伤口又长又深，这血好不容易才止住的，现在还没愈合呢。那就伤好了再打。太皇太后，您就饶了奴婢吧，奴婢知错了，奴婢以后再也不敢了。这样吧，哀家呢再给你一个机会，哀家出3个题目，你要是答对了，就免去这50手板。考试啊？奴婢最怕考试了，能不能不考试啊？你这个小丫头啊，又怕死，又怕挨打，又怕考试，那怎么着？那是挨杀头呢，还是挨打呢？还是硬考试呢？那还是硬考吧。不过太皇太后，您出的问题会不会根本就没有答案啊？哎呀，哀家怎么用这种方式来对付你这个小丫头啊？哀家出的题目是有答案的。是，太皇太后息怒，是奴婢小心眼了。那请太皇太后出题吧。告诉你小丫头啊，这后宫之主是皇后，就由她来出这3道题。1个时辰之后回来再考你。是，谢太皇太后。皇祖母，你就这么轻易的放过李奕欢那个狐妹子了？不放过她又该如何呀？就算是灭了她，你想想，皇上也不会亲近你，更会疏远你的，哀家也会遭到一生的怨恨的。那您就不担心李奕欢继续留在宫中祸害皇上？开始的时候哀家也有担心，可后来一见到这个李奕欢呐，她只不过就是一个鲁莽的小丫头而已呀。皇上也就是少年心性，找一个新鲜有趣的玩伴而已。所以哀家呢，想放他一马，等待以后视情形而定吧。既然皇祖母都这么说了，那妾身就暂且忍耐了。哀家出了这3道题，一是为了考量一下这李奕欢，2呢也好给皇后一个机会。现在呢，这前面这2道题呢就由皇后来出，最后这道题由哀家来把关。好，这第1道题呢，你要用一根绳子把这块冰从这个碗里挪到那个碗里。这么简单啊？不简单，条件是
不能用这根绳子拴住这块冰。那我可以用其他的东西帮忙吗？可以呀，但是只能用一只手，这只手呢还不能碰到那块冰。皇祖母，这也太难了吧？这只能用一只手，又不能接触这冰块，那怎么用这根线把这个冰块挪到那个碗里去啊？皇上啊，若是这丫头认输的话，哀家就让李总管给你做个演示。可是这50手板，你就着实的挨上了。皇祖母，这易欢手上还有伤呢。那伤好了再打。皇祖母，这个易欢要是实在办不到，能不能看在孙儿的面子上，给他换一道题啊？哀家是一再让步啊，已经给皇上足够的面子了。皇上，不用再替奴婢求情了，奴婢已经想到办法了。真的？你确定啊？请太皇太后跟皇上给奴婢一点时间，奴婢要去拿一样东西。可以呀，不过你得快点儿，不然的话这块冰就化了。谢太皇太后，奴婢告退。让开！哎，谁家野孩子呀？没点规矩！让开！哎，这孩子。这丫头怎么还不回来？这冰都快化了，你想出来办法没有？奴婢想到办法了。好了，稍等片刻就可以了。这丫头，没想到居然用这个法子。你这罐子里边装的什么东西啊？这是奴婢抓紧一切时间从御膳房拿了一罐盐。哦，朕明白了。朕以前学的功课里边也有这一门知识，只不过刚刚情急没有想起来。易欢，想不到你还挺博学的。皇上千万别夸奴婢了。从小到大，奴婢不喜欢好好学习，但是什么都学，只会那么一点点，杂而不精，跟博学二字万万沾不上边儿。奴婢之所以知道这个办法，是因为小的时候，在冬天啊，奴婢喜欢跟自己的哥哥用盐水呢冻冰人儿，所以才知道这个法子的。好啊，小丫头，这第一道题就算你过关了。哀家接下来再考你第2道题。你数数，横着数多少，竖着数多少，一共多少个铜板？数数。回太皇太后，横着数有4个，竖着数有5个，一共是8个铜板。好，你就从这8个铜板里头拿出1个铜板来，把这2列铜板变成都是5个。啊？可是这不对啊，横着就变成5，竖着变成4个。哀家给你1炷香的功夫，你要是再猜不出来，那就算你输了。完了完了！小的时候，奴婢不想好好学习，老在师兄师姐面前捣乱，而师傅们总是吓唬我，把
把戒指高高举起，轻轻放下。啊，这下好了，以前没挨多少打，现在又全给补回来了。太皇太后，您只说了只能移动一个铜板，但您却没有说不能重叠。您看奴婢做的对不对？哎呀，小丫头啊，这是你自己想出来的，还是有人帮衬你作弊呀？太皇太后恕罪，其实是皇上先想出来的，然后告诉了奴婢，奴婢才说出答案的。你这丫头，朕好心帮你，你还出卖朕。皇上，对不起，如果这道题没做出来是小事儿，但是如果因此欺瞒了太皇太后，那可是犯了大罪。皇祖母，其实呢，孙人也就是摆了个手势，不能算是作弊。再说了，这道题啊，它本来就简单，孙人就算不提醒易欢，易欢他自己也能想出来的。你这易欢小丫头，她若是不承认，你皇上也不承认，那哀家再怀疑也逮不着你们的把柄。罢了，就看在你这小丫头诚实的份上，这道题就算过了。谢太皇太后。太皇太后，您人真好，就像画里走出来的观世音菩萨转世似的。净说漂亮话。好了，哀家呢，接下来再给你下第3道题。不过呢，皇上，你就不能再度的帮衬作弊了。孙儿明白，这第3道题，孙儿绝对不会再帮他作弊。你如果再作弊，当然也算输。这第3道题，小丫头，你听好了啊，什么事情别人都能做得到，偏偏你自己做不到。这个嘛，奴婢知道了。除了奴婢，其他人都能杀了奴婢，唯独奴婢自己不能杀了自己。好，这个答案好。皇祖母，这一关易欢算是过了吧？哎呀，皇上啊，不要高兴得太早了。你想想啊，一个好好的人，他为什么平白无故的去杀人呢？当然了，每个人都有能力去杀自己，只是呢，看他愿意不愿意杀自己。所以呢，这个答案不对。这道题的答案不对啊？当然了，这个答案呢，是需要有人来演示的。太皇太后，奴婢现在脑子都成浆糊了，实在是想不到答案。看来你是自愿认罚了。皇祖母，孙儿也不敢再为易欢求情了。孙儿只是希望你能多给易欢宽限1日的时间，让易欢自己回去好好想想。好啊，那就看在皇上的面子上，就宽限你1天。为了不让别人给你帮衬作弊，哀家就要把你留在慈宁宫1天。待到明天这个时辰，你要是再答不上来，那就要着实挨打了。谢太皇太后。李欢这个小丫头真够机灵的啊，轻而易举的就解了这几道题。原本妾身出的第2道题是可以难住李易欢的，如果不是皇上相助，只怕他早就输了。皇后不要这么想，即使是皇上没有相助，这李易欢他也会答得出来的。只不过是呢，多花些时间罢了。幸好皇祖母出的第3道题把他难住了，就算他想了3天3夜，也未必想出答案。只是，又怕这一夜之隔，
又有人给他送答案去了。只要皇后你知道哀家为什么出这3道题的目的就可以了。为什么计较结果呢？如果这李易欢没有想出这个答案来，那作为皇后你该怎么做才会是最好的结果呢？鳌拜已经被打入天牢了，你难道还要替他卖命？我哪有替鳌拜卖命？我这不跟你一样被鳌拜逼着服了大补丸才身不由己的吗？我也就是偶尔替鳌拜传递一下消息。哎，可我没有做过什么过分的事情啊。李太医，看在咱们是同乡又是同姓的份上，一定要替我保守这个秘密，可千万别出卖我呀。我们不出卖你，你就要出卖我们。易欢打了康熙一巴掌，你为什么要跟太皇太后告密？这叫杀人灭口。冤枉啊，李太医！我虽然跟你一样受制于鳌拜，可是鳌拜说了，我是他内线当中身份最特别的一个，有什么事他单独跟我联系。除此之外，别人毫不知情。我根本就不知道你们兄妹也知情啊，又怎么可能想到去杀你们兄妹灭口呢？我跟易欢，毕竟是皇上安排在鳌拜身边的人。你是担心有一天，我们知道了你是鳌拜的奸细，向皇上告密，所以才想借太皇太后的手，先杀了我们灭口。不，李太医，我没你想的那么狠。既然皇上已经把鳌拜拿下了，没有怀疑到我，那证明你们对我没有威胁。再说了，我是奉了太皇太后的懿旨，监视皇上，每日向他汇报皇上的一举一动。可是皇上已经亲政，权威日重，我再也不敢像以前一样，真的事无大小巨细都向太皇太后去汇报。更何况皇上那么宠爱你妹妹，我怎么可能挑拨太皇太后去杀了你们兄妹呢？我要是这么缺心眼的话，我还能活到今天，还能当上大内总管？不是你，那会是谁呢？这我是真就不知道了。在皇宫里啊，这人际关系复杂着呢，你都不知道这背后谁拿着谁的钱，替谁办着事儿呢。好吧，我暂且相信你。看在咱们是同姓同乡的份上，这事儿就这么过去了。以后啊，我们要多多相互照应才是。对对对，相互照应，相互照应。皇上，怎么愁眉不展啊？是在为易欢妹妹烦心吗？太皇太后出的最后一道考题实在是太难了，真想破了脑袋也想不出答案来。妾身想来想去，也想不出什么办法。哎，雪嬷嬷，你可有什么好的主意啊？老奴也想不出来。皇上不必发愁，这朝中人才济济，皇上何不暗中召集几位心腹大臣，共同商议一下，集思广益呢？说得对啊，婉心，这后宫之中，就属你最温柔体贴。别的嫔妃啊，都嫉妒易欢，巴不得暗中盼着易欢出事，只有你，才是真心实意的对她。妾身一来是为了帮皇上分忧，二来是真的喜欢易欢妹妹。哎呀，你说咱们这皇上啊，自从亲政以来，可从来没有这么晚召见过咱们啊！啊，你们都说说，这有什么急事儿啊？会不会是鳌拜一案又出了什么重要线索？嘿，李太医，你也来了？哎，莫非是皇上他龙体欠安啊？哎，嘘，这话可不可乱说啊！小心，这叫祸从口出。明珠大人，哎，李太医，说什么？怎么回事？啊，皇上突然差人传来口谕，让卑职火速觐见，却没有说所谓何事。
哦，行，进去吧。走，明珠大人请。请啊，诸位爱卿，朕深夜召诸位前来，是因为朕碰到了一件为难之事，朕思虑了许久，都没有想出答案，所以啊，想听一听诸位爱卿的高见。敢问皇上，是何为难之事啊？这有什么事情啊？是只有其他人能做到，而自己却偏偏办不到的。哦，原来皇上是为这样的事情在为难啊。有了，比如说，别人可以杀得了我们，但是我们杀不了自己。这个答案不对，这个答案只是诡辩。我们每个人都有能力杀了自己，而不是绝对做不到。这个答案必须是别人可以示范出来给大家看，而自己却偏偏无法效仿的。皇上，不知皇上怎么突然问起这么奇怪的问题，还这么着急，想要知道答案。这其中缘由，朕不便透露。诸位爱卿只要好好开动脑筋，帮朕解忧就行了。有了，皇上。皇上，我们每个人都不能提着自己的头发，把自己从地面上提起来，但别人可以呀。这个答案也不行。出题之人只怕会说，我们每个人只要轻轻一跳就可以离开地面，为何还要把自己的头发给提起来？所以啊，这个答案还是过不了关的。皇上，此等古怪刁钻的问题，实在是难有标准答案。究竟该怎么回答，完全要看出题的人是否在故意的刁难。皇上，这出题的到底是何人？他有何目的啊？哎呀，明珠大人，皇上深夜把我们叫来，就是让我们帮着想问题的，可不是让你提问题的啊！皇上，此等问题并非奴才们所擅长回答的，就算让奴才们站在这儿想上一晚上，也想不出令皇上满意的答案。倒不如让奴才们各自回府去，然后和府里的那些幕僚们一起去商量，然后把答案写在纸上，赶在天亮之前送到宫里来。或许其中会有让皇上满意的答案。那只能如此了。行了，你们都先退下吧。这，臣等告退。李太医，你留一下。谁？薛姐姐。薛姐姐。薛姐姐。是我，易欢。易欢妹妹，薛姐姐。来，走。哎呦，你怎么过来了？你不是被皇太后软禁在慈宁宫了吗？那个老太婆哪知道我的厉害啊，派了个小小的宫女看着我，我直接把她的昏睡穴给点了，我就从床上溜出来了。不过薛姐姐，我不能在你这儿待太久，皇上不在，我怕那老太婆发现了对我下毒手。好。这索额图和明珠府上养着上百的能人异士，在天亮之前必定能找出朕满意的答案。只不过太皇太后为了防止朕作弊，已经派人盯着易欢了。李太医，你有没有什么办法能把这个答案神不知鬼不觉地传递给他？这个好办。微臣小时候跟臣妹在同一家私塾学习，臣妹性情顽劣，不肯用功。为了帮臣妹逃避师长的责罚，微臣也常常在暗中帮臣妹作弊。到时候，皇上只要用微臣当时的办法，把答案
传递给陈妹即可。皇上啊，正在连夜召集心腹大臣，帮你一起想答案呢。这个皇上对你可很上心哦。唉，她只不过是见惯了宫里这些贤良淑德的女子罢了，对我呢，只是图个新鲜。徐姐姐，我来是想告诉你，我找到铜匣了啊！我要跟猪哥哥吃住紫禁城了。铜匣，你已经找到了？嘘，这个铜匣是从鳌拜府找到的。我怀疑呢，我们明珠谷有内奸，把铜匣这个秘密告诉了鳌拜，但是鳌拜出于私心就没有上报给朝廷，就一直把这个铜匣收在自己的府里。啊，原来是这样。真没想到咱们明珠谷里有奸细，会是谁呢？不知道，不过猪哥哥已经告诉我爹了，我爹现在赶回明珠谷，跟各位师傅商量一下查清奸细的事儿。哎呀，你说这奸细会不会把你我的身份也泄露给了鳌拜？据我推断，这个奸细应该还不知道我们在谷外的行踪，他更不可能料到我们能够到皇宫里来，所以我们暂时是安全的。春秋两岸，时光催尽方可叹。一生的愿，将心留于人世间。手握乾坤，仙风女子在云端。花开之间，留蝴蝶掌心清泉。天与地，开在眉间，谈千秋，万事还原，心中细流。清泉，回首一生路漫漫，天与地开在眉间，谈千秋，万事还原。继续情。